这个武汉肺炎伫香港，阁有一个人死亡。香港目前是有2个人死亡。疫情上界严重的中国，累计确诊的病例超过74000例，死亡的病例嘛超过2000人。因为乌北的武汉疫情上界严重，中国政府是派超过3万名的医护人员前往支援。有真侪女性的护理人员伫出发进前，特别甲头毛剃掉，就惊这个头毛伤长，会去感染到病毒细菌。这几排要剃近3000烦恼丝。头发虽然没有了，但是过几年会长出来的。但是我们这个去武汉支援的这个心情，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一心向前。中国媒体报道，为了避免头毛去喂着病毒甲细菌来自各省的护理人员，真侪人要去武汉进前，就决定先将头毛剃掉，而且部分的剃了比查甫的更加低。戴的那隐形帽子的话啊，会出来，所以他们是主动要剪的。剃那么阴啊，头发。看这个针剃头当时，有人是目屎干目甜，也有人唔敢去看假落来头毛尾。来到武汉才3天，就剪掉了自己一头长发的河北护士肖思梦。90后的你，也许正引领着这个春天最时尚的发型。中国网友看了影片了，拢怀疑讲因剃头是自愿的，还是院方强硬规定之下所搬的一场戏。中国官方媒体是一直恶露因的行为，更加互外界伫批评讲，因是徛伫第一线对抗疫情的战士，毋是用来表演的宣传工具。